怎么会有一个和尚在这里啊？没准儿是个行脚僧吧。啊！哦！快跟我走！快！啊！站住！走！险些被那个老东西把我蒙混过去，给我抓住！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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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！赫儿，快！上去！快抓住他们！快上车，我们走！太子，快走！赫儿，快，你快走！快走啊，一起走！赫儿，快走吧！驾！什么人？什么人把人接走了？不知从哪来的和尚，假传将军令箭，劫了太子和公主，往大帐外面去了。混账东西！几十万大军都挡不住个和尚！哎，快点啊！三师兄，哎，嗯，几位君，打听个事儿，你看见有一个胖胖的、憨憨的和尚从这里经过没有？哎呀，有，去吧，往那边去了。哎，多谢，多谢君爷。啊，哎，走。哎，奇怪了啊，将军是不是要做什么法事？怎么这么多和尚？老四，师傅让我带你回少林寺。告诉师傅，我现在不能回去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干什么？你是帮我还是害我呀？师傅说了，不能让你受伤。快停下呀！哎呀！是大师兄和四师兄。哎，还有宇文太子，他们被困住了。我们是来救人的，不要恋战，突围要紧。看来山沟里至少集结了数十万大军，他等人马赶过来，我们一个也别想跑。知道。二师兄，我们上吧。嘿！二师兄、三师兄，你们怎么过来的这么晚呀？臭小子，看你跑得那么快，还以为你自己行呢。四师兄，不用害怕，我们来救你了。你们全来了。太好了，一定是师傅让你们来帮我的。就差挥空了。我一个人当两个人使，他都全包了。还，摆阵！
梅兄弟，你怎么回事？你可要撑住！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们传出我来了。哎呦！你们兄弟少了一个，就让我来顶替吧。快走！哎呀！别跑了！啊！救！汉成哥，汉成哥，救我！我来了！赫尔，别怕！赫尔，汉成哥，坚持住！汉成哥，赫尔，救我！别怕！汉成哥，汉成哥，救我！汉成哥，别怕！我来了！赫尔，汉成哥，汉成哥，小心！赫尔，赫尔，你没事吧？赫尔，你没事吧？汉成哥，我还好。好，别怕，我来了。哎呀！来，汉成哥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对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汉成哥，你还俗吧。好，我还俗。你走到哪儿，我就跟你到哪儿。好，我走到哪儿，你就跟到哪儿。多谢各位师兄，公主她安然无恙。咱们继续往前走，过了山坡啊，有一道山谷，那山谷很窄，大队人马过不去。尉迟雄就算追过来，他也不会轻易用险兵追击，所以只要进了山谷，就安全了。太子、公主，请带上小人一起走吧。这位老伯是？就是这个老伯去少林寺给我们送的信。哦，对了，带上这位老伯吧。尉迟迥知道是他把我们从营帐里带出来的，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既然这样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快走吧。去，给我备马！
往后撤，这。下马，上山。快走，快走，快！快走，快！放！太子，太子，哥，你怎么样啊？赫儿，你们快走，快走！不要关我，一定要尽早赶回长安！快走啊！不行，一起走。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啊！快走！快快走！啊！快走！快走！快快快！快走！快走！快！公主！慢着，先不要杀他，把他带回大帐。先把太子留着，杀了他会扰乱军心。等攻下长安，再杀他不迟。将军，我倒有一个办法。我知道有一种10日穿心散，饮用之后什么感觉都没有，药性潜伏在体内，10日之后药性才发作，即可毙命。好，就给他吃这个吧。将军，将军，小人在林中抓到一个和尚，特来报告。怎么还有和尚？带进来。是。走。你就是少林寺的和尚？是，我是来找我师兄的，结果就被他们抓来了。抓一个小和尚有什么用？带下去。将军，可以先把这个小和尚留着，让他服侍太子。好吧，把他带下去吧。是。等等。你会武功吗？不会，一点儿也不会。那你就好好伺候太子，要不然我拍碎你的脑袋。小和尚，过来。好好伺候太子服药。10日之后，太子的伤就好了。好，我来喂他。这什么药啊？味道这么怪。
赫儿，几年前的事，哥哥都告诉我了。我知道，这几年你受了不少苦。可是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能忘了过去吗？你能忘了我们的约定吗？就算你出家了，你能忘掉？可我忘不掉，我怎么办呢？你知道，当你面对面都不愿意认我的时候，我有多难过吗？赫儿，你别说了，你放心，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汉城哥，这就对了。你真的不要再离开我了。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不管有多苦、多难，都让我们共同去承受吧。不回少林寺，难道我们出家人还要身着盔甲，大开杀戒不成吗？大师兄，方丈以前常跟我们说，入世行善，济世有为，也是我们出家人修行的一个法门。我和慧弩出山之前，方丈也对我们说，要见机行事，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什么叫有所为有所不为啊？我不懂，你说个我懂的。眼下，如果尉迟迥攻进长安，长安的百姓就会难逃此劫，乃至天下的百姓都会因为这场战乱而受苦受难。大师兄，你说我们该不该有所为？尉迟迥正马不停蹄地赶往长安，我们必须在尉迟迥到达长安之前禀明皇上，否则长安免不了一场劫难。所以我要护送公主回长安，阻止尉迟迥的兵变。你们快回少林寺，向师父复命了。待我跟师父说，如果我战死，我也是为众生而死，没有辜负师父对我的教诲。请师父不要挂念。可师父清清楚楚对我说，要我把你带回少林寺。可我已经打出山门了。既然他根本不愿意回少林寺，我们还跟着他干什么？这样吧，谁愿护送公主，就跟慧忍上路；谁不愿意去，就原路返回，回少林寺向师父复命。哎，我赞同。哎，老四，我跟定你了。大师兄，你呢？我不去，师命不可违，我要回少林寺向师父复命。也好。老三呢？我不去。我就看不惯慧忍张口就提再不回少林寺了。慧忍，你把少林寺当客栈了，愿意来就来，愿意走就走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打山门的时候，要不是我让你一招，你现在还没从寺里出来呢。慧弩，你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想跟我再比试一遍？比就比。小师傅不要动怒，兄弟之间打闹是难免的，眼下还是要以大局为重。只是不能没人去向皇上报信儿啊！公主一个人也去不了长安。各位师傅这次下山出手相助，也是一桩功德呀。我看还是听这位二师兄的吧。好吧，既然老三不愿意去，我也不勉强。我和梅兄弟啊，跟慧忍去长安，你呢，跟大师兄回少林寺向师父复命。
哎，二师兄，等等我。嘘。啊！哎，你们看，这傻人有啥办法？船家，船家，船家，船家！哎，在那儿呢。哎，船家，过来过来，我们过河。哎，公主姐姐，咱们上船吧。这么大的船，肯定能盛得下咱们。船家，船家，我要过河。船家，船家，我才不跟你们下山去呢！我回寺里找师傅去。二师兄，等等我！怎么好像是三弟的声音啊？你们听到没有？肯定是你听错了吧？三师兄早跟大师兄回少林寺了。他们回去也好，回去陪陪师傅。咱们都跑出来了，就剩慧空一个人陪着师傅。他也……五师兄真够可怜的。五师兄就是那个年龄最小的吧？哎，对啊，就是他。既然他是最小的，没兄弟，你怎么管他叫师兄啊？谁让我进佛门进得晚呢？哦。哎，这船有点慢呢。
船上有杀手！等等我！二师兄，船上有杀手！是老三，我也听到了。哎，肯定是三师兄变卦了，不愿意跟大师兄回去，追咱们来了。哎，船家，你停船干什么？哎，你这个人，你怎么搞的你啊？小心！哎，兄弟！哎，救救我！哎，救！二师兄小心！救救我！公主小心！贵人，这人功夫了得，你不是他对手，护好公主，我来对付他。救救我！哈晨哥！哈晨哥！救救我！我不会水。梅兄弟，坚持住，我来救你了！来，上来，快，来，上来，我还以为你们不管我了呢。臭小子，把你扔下，我们这一路还不憋死啊！啊！哎，对，快点追他们，他们还在前面呢。哦，快来！师兄，少林金刚手！少林高僧见识了，后会有期。
来，抓住！哎呀，二师兄，二师兄，哎，公主呢？公主不见了！哎，四师兄呢？四师兄也不见了。四师弟，四师弟，四师弟，四师兄，四师兄，老四，老四，四师兄，老四，公主姐姐。哎，看，在那儿。公主在那儿。快点！抓住！抓住！海成哥，他还在水下面呢。四师弟，海成哥，海成哥，海成哥，你醒醒！海成哥，海成哥，你醒醒！你醒醒啊！老四，醒醒啊！醒醒啊！四师兄，老四，四师兄，海成哥，老四，哎，醒醒！快，跟着，快，快点！将军命你给太子加大药的剂量，使他尽快药性发作死掉。啊，小人知道了。原来他们给太子喝的是毒药。我说味道怎么那么怪呢？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。哦，我来了。太子的药煎好了吗？早就煎好了，快拿去给太子趁热服下。你怎么来这么晚呢？跑到哪儿去了？我刚才在外面拉屎呢。哦。好了，拿走吧。嗯。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了！
坏了，刚才尿过了，现在没尿了。将军有令，起兵拔营，全速进军长安。太子喝完了吗？哦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快点，这座营帐要拆了。梅兄弟，你怎么不去帮忙啊？我呀，有他们就够了，不用我出手了。我听说用内功疗伤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功力呀。你看，他们把四师兄围得严严实实的，没我的地方啊。啊，那倒也是。咱们把水烧开了，给他们送过去。慧忍师傅醒过来啊，可能想喝热水啊。好。走，走吧。公主姐姐，一会儿疗完伤，四师兄醒过来，给他喝点热水。梅兄弟，你想的真周到，谢谢你。汉臣哥，你好点了吗？没事了，刚才受了点内伤，现在全好了。老四，刚才那一掌，险些要了你的命。难道你看不出那人的功力吗？那掌我看得清楚，要不是四师兄接了那一掌，就打到公主姐姐身上。四师兄还好，练过内功，还能扛一扛。要是打到公主身上，好了，既然慧忍师傅没事了，咱们也不能耽搁行程，赶紧赶路吧。你能行吗？没事了，这就出发吧。尉迟大军西进阳关，传令三军加速赶往长安。先攻入城者，将官封万户侯，士兵上良田千顷，豪宅一座。是，去吧。就，我们走。就。吩咐刀斧手，一旦攻入长安，让他们直奔王宫，捉拿周文雍，拿下之后立马斩首，提头来见，必有重赏。让三生相拥不尽。这。尉迟迥大军，
刚才路上耽误了很多时间。要是这样的话，不可能赶在尉迟雄之前到达长安了。二师兄，快想想办法！公主，尉迟雄一定在去长安的路上布下了高手追杀咱们。就算咱们躲过那些高手，赶在尉迟雄的前面到达长安也无济于事。时间紧，皇上还是来不及调兵啊！老伯，你随我父王征战多年，依你之见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要我看，咱们不如去禹州见杨坚。杨坚，这儿离禹州比长安近多了。如果杨坚大人出兵去救长安，可能还来得及。正是。眼下，若有杨坚之兵力，可以和尉迟雄抗衡。杨大人一向深明大义，爱民如子，他不会眼睁睁看着长安百姓生灵涂炭而坐视不管。所以，我以杨大人一定会出兵。哎，二师兄，你一个出家人，怎么说起天下之事，那么头头是道的？我不是出家之前，道听途说，略知一二罢了。事已至此，我们只有去禹州了。好，我们这就出发。梅兄弟，啊，去禹州有没有捷径可走？我以前去禹州要过饭，知道有一条近路，就是太难走了。梅兄弟，请讲。我告诉你啊，那条路上有很多毒蛇。而且啊，还有很多野兽，一般的人啊都不敢走。只要是条近道就行。现在事情紧急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。我看我们还是走好一点的路吧，公主还跟着我们呢。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，走近路吧，越快越好。哎，公主姐姐，那个地方你没去过，你不知道，那根本不是人走的道。可我们没有时间了，既然已经没有别的路了，那就只有铤而走险了。好，就依公主，我们走。好，咱们就闯一闯。哎，老伯，你既然逃出了尉迟迥的大营，就别再跟我们一起闯这道鬼门关了。公主都不怕，我这把年纪还怕什么？既然公主出来了，就让小人陪着公主吧。哎，走吧走吧，看人老伯一片忠心，你就成全人家吧。哎，走走走走走。那好，一起走吧。哎。来，慢点儿。四师兄，歇会儿再走吧。哎，来。哎，坐这儿歇会儿啊。啊！蛇！我不咬你，你也别咬我啊！小心点。哎呦，我实在走不动了，又渴又累的。
你再走我就要死了。再说，你看这天，不是马上就黑了吗？好，咱们就在前面找个山洞休息吧。是条毒蛇。赫尔，忍着点儿。汉城哥，你让我下来吧，我能走。你走不了了，就好好歇着吧，啊！哎，小心！慢点。梅兄弟怎么了？没错没错，别着急啊，你们等会儿，我到前面去看看。
里面是条死路，走不过去。梅兄弟，你不是走过这条路吗？对，我是跟别人走过一回。那你应该记得呀，怎么会不知道？我走了一半，我就没敢再往下走。梅兄弟，你耽误大事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好了，梅兄弟，你好好给我想想，这条路到底对不对？再往前，我真的没走过。哎，不过我听说肯定能走过去。我也知道肯定能过去，可怎么走啊？我看我们还是原路返回吧，看看错在什么地方。大师兄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公主呢？二师兄他们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哎，终于又回来了，还是待在少林寺好啊。在哪儿都不如在少林寺待着好。慧远，你回来了。师傅，我回来了。你的师弟们呢？他们都不肯跟我回来，他们跟公主跑了。你没有把师弟们带回来，你一个人回来干什么？他们都不听我的话。去吧，你赶快下山，找到他们，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哦，有一个弟子不回来，你就不要回来见我。是师傅，我这就去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是去找他们吗？饿了吧？外面那么大，我上哪儿去找他们啊？他们肯定是护送公主回长安了。真的。大师兄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走。那里有条栈道，有栈道就可以走过去。走，快走！汉臣哥，汉臣哥，我真幸福哦。赫儿，你能坚持住吗？只要跟汉臣哥在一起，什么苦我都不怕。来，
公主，是蛇毒攻心。梅兄弟啊，拿水来。哎，赫儿，公主真可怜，这山里的蛇太毒了，得放血。放血？对，看起来是一条剧毒的蛇，人一走动啊，这蛇毒就扩散得很快。这得用刀啊，把血放出来。我们哪里有刀啊？你们身上没带刀？没有刀，那怎么办？二兄，二兄，谁？什么人？他是不是被蛇咬了？啊，我是个药农，让我来给他看看吧。他身上是一种剧毒，不能再赶路了，他需要休息啊。可这个地方连个村子都看不到。你们可以一直往前走，不远就有个般若谷，那里有位师傅带着徒弟在那里修行，你们可以去找他看看嘛。谢谢啊。般若谷。施主来此有何贵干呐？没什么事情，游山逛水。听说你这里风景独好，想借此地办件事情。行善之事当然可以，损德之事万万不可呀。这要看怎么说。对我来说是件好事，对你来说未必是好事。我看呐，还是请施主不做的为好。我到这里来就是要做这些事情，怎么能你说不要做就不做？施主，你要做什么？很简单，用绳子把自己捆起来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来，也许会保你一条性命。请施主你赶快离开此地呀！啊，忘了给你通报一下本人姓名，我叫千人斩。啊！这深山野沟里还有这么美的地方。哎，佛像！你们先等一会儿，我进去通报一声，然后咱们再进去。好，我们在这等一会儿。梅兄弟，哎。二兄，这里是他们念经的地方。他们哪儿去了？绝不允许你在般若谷干罪恶之事。聪明的，别吭声，还能留下条性命。佛是不会原谅你的。我不怕报应，我是要金钱。把那小子干掉，再把公主带给尉迟太子，我就大功告成，我就能得到一大笔赏金，这就是我要的。你是逃不脱惩罚的。我让你闭嘴，否则我只有……快住手吧，不要再做罪恶的事了。看来
这里的方丈是出山了，就让公主在这休息一下吧。是啊，公主病了，到禹州还有1天的路程。要是公主在路上有3长2短，那该怎么办？我看还是这样吧，我、慧奴去找杨大人，你们几个留下，一定要把公主照顾好。尽快找个郎中，把公主病给治好。啊，哎，可是别可是了，我们功夫最好，走得也快。那好吧，你们也小心点啊，别也病了。你才病了呢。我也去。老人家，你也要去啊？慧仁师傅，你看，公主和慧仁师傅是一对久别重逢的情人，慧仁师傅的功夫又那么高，留下他一个人保护公主就足够了。我和梅兄弟留下，反而碍手碍脚的。梅兄弟，你说呢？是啊是啊，四师兄他们2个恩恩爱爱的，我和老人家在一边瞎掺和什么呀？就是。要不这样吧，老人家和我们一起去，梅兄弟留下，万一四师弟有什么需要走不开，你留下好有个照应。那我。你自己决定吧，说不定公主也需要你。哎，对，对，哎，公主肯定也需要我。哎，那我就留下，帮助四师兄照看公主好了。哎，等一等。这是公主从小就带在身上的玉佩，这玉佩是公主的信物。如果杨大人不相信，你给他看玉佩，他看了玉佩，应该就会相信了。把实情告诉杨大人，杨大人认识公主，他肯定会立刻发兵长安。他们走了，走了就该我出面了。赫儿，我不希望你能原谅我，但我必须把心里话说给你。多少年了，我真的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你。我多少次在梦里见到你，又在梦中伤心惊醒。这几天我不能对人讲，我不能对人诉说我对你的思念，我只有把所有的相思都寄托在箫声里。三师兄说，我的箫声他受不了，心都要碎了。其实他哪里知道，我的心早就碎了。一颗碎了的心，能吹出完整的曲调吗？离开长安，我的心死了。进了少林寺，是师父让我活下去。一颗黄稻种在土里，雨水一浇还会发芽。我就是那颗黄豆。你哭了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。在梦里，你依然痛苦。但我决心不再让你痛苦下去。师父也同意让我还俗，我已经闯出山门，我可以堂堂正正的爱你了。如果这次能帮助你父王平了尉迟迥的叛乱，我想你父王就不会再阻拦我们了。
你醒了，汉城哥，你知道，我希望尉迟迥叛乱成功。只要我父王不当皇上，我就不是公主了。不是公主，就没有人阻挠我爱你了。不，赫儿，我还是希望你父亲是皇上。师父他跟我说过，说天下大乱多少年，就缺一个明主来统一天下，安抚百姓。师父还说，只有你父王是一个清明的皇上，他会成为一个让天下百姓信任而放心的君王。师父还说，你父亲这个人虽然有点懦弱，但他是一个好君王，他是无私的，他对百姓是仁慈的。你师父说的没错，所以我们要帮他，天下早日太平，是百姓的福分。早知道这么无聊，我说什么也要和二师兄他们赶往禹州去了。这什么地方？荒山野岭的，连个美女都看不着。守着四师兄和公主谈情说爱，多难受。想起那条蛇真可恶，为什么要咬公主的腿呢？我就不明白，这佛真有吗？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那么美吗？真有那么美吗？有。汉城哥，他们呢？他们先去禹城报信了。我们也赶快走吧，去追他们吧。你没事了？我没事，赶快见到杨坚大将军才是大事儿。好，梅兄弟，来吧。梅兄弟，梅，你叫不应他了。是你？没错，是我。我们会过面，而且我发现你们师兄弟几个功夫都不浅，但是比起我来，你们还弱了点儿。如果和你们5个人交手不划算，因为我只是拿到把公主抓回去和杀掉你这个小和尚的钱。谁让你这么做的？当然是尉迟大公子了。他给你多少钱？是我满意的价格。你放我们走，我会给你比他更多的报酬。你给不了，你没那么多的钱。我有，我是公主。但是你只有嫁给尉迟公子，你才能恢复公主的身份，所以你付不起酬金。赫儿，别跟他说那么多，他是个职业杀手，他是冷血动物，他不会动心的。说得好，我的职业就是要求我不背叛主人。如果我再拿你的钱，那么我就成了一个没有信誉的人了。你要杀掉我，我必须这么做。那你保证不伤害公主？我说得到，办得到。那好，赫儿，出手吧。你没听说过我的名分？我叫千人斩。我的这把刀要过1000条人命，我从来没失过手。这说明你的罪恶更大。
为了减少我的罪恶，我有个建议：你自己从这山顶上跳下来，或者你自己一头撞在这石头上，这免除了我的罪名，更成全了你的美名，免得别人说你败在我的手下，是我杀了你。千人斩，你太狠了吧！所以我叫千人斩，我斩了1000个人，更有上千个人恨我，恨不得把我斩掉。千人斩，今天我要替天行道，惩治你这个恶人。呀！千人斩，我以公主的名义要你停下！你住手！等你恢复了公主的名分，我再听你的吧。你再靠近我，我就没法保证你的安全了。快走，快！闪开！刀下从来就没有活人。那你要是杀他，就先杀了我。我必须活着把你带回去，交给尉迟公子。我可以跟你一起走，不过你必须放了他。还有，你要是敢杀了他，我是绝对不会跟你活着回去的。没见过这么痴情的女人，你必须保证安安顺顺的和我去见尉迟公子。可以。好，我放他一条活命。那你离他远点儿。韩晨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。
好了，我们快走吧，他死不了。这里也进来坏人了，不好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四师兄，四师兄，哎，四师兄，哎，四师兄，四师兄，快，师傅，快救救四师兄吧！大人，门外有一人自称是尉迟迥的心腹，有要事求见。尉迟迥素来视我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这是派心腹来，有何名堂？大人，尉迟迥手下高手众多，忽然派来一位心腹，不知所谓何事，还是小心提防为上。将来人认真盘查，细细搜身，带他到大厅等候。是。随我到大厅，看看来的是什么人。请问，阁下是？尉迟佑。杨师伯，一向可好啊？是哪阵香风把尉迟公子吹到毕府啊？哼！是有人赶来要行刺杨师伯，小侄特来为杨师伯护驾。哦。站住！请通报杨大人，公主宇文赫的朋友有急事求见。杨大人正在府中恭候，请进府。二师兄，杨大人怎么知道我们会来？进去见了杨大人就知道了。好。站住！杨大人吩咐过，除惠时之外，其他人不得进府，否则格杀勿论。啊？为什么？杨大人跟我们有仇啊！我们可是老朋友。杨大人让我进去，必有原因。你们在这等着吧，我见了杨大人，自然就明白了。这里会不会有什么鬼把戏呀？二师兄，你要小心啊！你放心吧，走吧，前面带路。请。你们的事情，我已经听说了。杨大人，你什么都知道了。出来吧。啊，公主呢？杨大人，怎么回事？听说有人要暗杀我，我想不会是你们几个吧？杨大人，尉迟迥起兵谋反，率几十万大军夜伏骤行，兵发长安。太子突围时不幸受伤，又被尉迟迥捉回了，到现在生死不明。竟有此事！恐怕现在尉迟迥已经兵临城下了。请杨大人及早发兵，皇上和长安百姓才能免遭劫难呢。我与尉迟迥同朝为臣这么多年，深知其人其道。
此人善用险计，用兵神出鬼没，没想到这一次竟然这么神速。我父亲断定公主会到渝州求您出兵，所以派了他帐下一个高手，一路跟随公主而来。反正这个人很快就会出现。胡说！来禹州的除了一位根本不会武功的老伯，就是我们少林弟子，哪有什么刺客？杨将军，我也不知道那个高手是谁，可我知道，他马上就要进来。快告诉我，公主到底在哪里？你们尉迟家满门乱臣贼子，公主怎么会嫁给你呀？我爹他要谋反篡位，就算他是个天不容地不救、十恶不赦的乱臣贼子，那与我又何干？我爹是我爹，我是我，他的事情我管不着。哼，我想做的事情，他也拦不住。我只求能和公主远走高飞，今生今世都在一起。杨师伯，我知道我尉迟佑配不上冰清玉洁的公主，可是1年前我在宫里见过她之后，我就无可救药了。我拿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我做梦都没想到皇上会赐婚，把她嫁给我。就算他嫌弃我，就算他看不起我，哪怕是他骗我，我也愿意。他骗过我之后再把我杀了，我也死而无憾。告诉我，公主在哪里？公主到底在哪里？看起来里面有危险，是不是尉迟迥已派人到了杨坚府？二师兄肯定很危险了。哎，呵，嘿啊呀，嘿！大人，大人，门外和尚不听劝阻，杀进府内来了。不能让他们进来，刺客就在他们当中，我们这里所有人都不是他对手。各位，请听贫僧一言，我们出家人不是好斗之徒，无意与各位厮杀，只因尉迟迥起兵叛乱，我们才要求杨大人出兵救驾。你是尉迟迥派来的刺客，你要再敢动，就没命了。刺客？我们是出家人，一路护送公主而来，怎么会是刺客？杨大人认识我们，请杨大人出来相见，一问便知。站住！小人是公主的亲信，有事向杨大人禀报，不知杨大人现在何处啊？现在府里有刺客，不要乱动，我去告诉杨大人。谢谢。站住！干什么去？杨大人，长安城万分危机，请你早下军令营救长安，刻不容缓。哼，我不出现，刺客怎么露面？有刺客！保护将军！城外有叛军，快关城门！快关城门！快！
公啊，你那几副药用完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啊？若是没有效，朕就另外再找一个御医给你把把脉。回陛下，上次陛下派御医给微臣送去的药，微臣还没有用完，微臣感觉已经大安了，请陛下放心便是。好，那你就先下去吧。微臣告退。启禀陛下，城外探马来报，尉迟迥起兵叛乱，率几十万大军围攻长安，已经在城外扎下大营。什么？尉迟迥起兵叛乱？来得这么快啊！看来这个尉迟迥真的是铁了心的要了。本来我还以为把公主许配给了尉迟公子就没事了呢。这老百姓啊，没好日子过了。尉迟迥谋反，已经兵临城下，各位大臣有何对策呀？皇上，就是血流成河，也要保卫长安。不妥呀！怎么能够血流成河呢？朕担心的就是血流成河。什么是天子？天子就是上天派下来保护百姓不受伤害的。皇上，臣要求派臣率兵和尉迟老贼决一死战。打？怎么打？跟谁打？我们不足1万人马，怎么抵得过叛军几十万人马呢？尉迟迥是野心早存，故意突发兵变，包围长安，让皇上措手不及呀！朕的爱将杨坚又不在身边。怎么办？要等到援军的到来，还要3天时间。这尉迟迥能给我们时间吗？皇上爱民之心，天下共知，但危急时刻还应当断则断，下令保卫长安，否则将贻毁万年，青史蒙污。这样吧，让朕再考虑考虑，退朝吧。皇上，叛军已堆火在皇城4门，可能天黑前就要攻进。尉迟老贼飞书说，只要皇上让出皇位，他就不攻城了。是。
都是一刀致命。尉迟佑派来的是最厉害的高手。如果刺客藏在我们当中，只有一个人有可能。二师兄，你说的是那个驼背的老伯？他是做饭的，连路都走不利索，根本不会武功，怎么可能？说不定这些都是假象，故意骗我们的。尉迟佑还在大厅。公子，小人看到刺客了。你就是刺客？对，公子，我就是刺客。真没有想到，刺客是你。公子，我除了刺杀杨坚之外，将军还给了一个任务，就是带你回去。我不会回去。将军可以没有孩子，但不能没有天下。你怎么带我回去？师兄，喝点水吧。啊！你武功这么好，这下可亏了。师兄，可惜我武功不好。我要是武功好，还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受欺负。师兄，你这个样，哎呀，咱们就是追上仙人掌，也救不了公主啊！怎么样，师兄？四师兄，我怎么才能帮你啊？虽然我武功不好，但是我有半斤力，我绝不出2两。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我在帮你打通穴道啊。有你这么打通的吗？那怎么办啊？这样，你气沉丹田，然后一语指尖，再发力出来。咱们来晚了，
叛军已经把长安城包围了。咱们还不算晚，叛军还没有攻进长安，只是不知道公主和二师兄在何处。哦，好，那我去看看。哎，我们这样吧，先到官驿去打听一下消息。你说的没错。杨大人，这是公主的玉佩。传我将令，所有将士即刻启程，兵发长安。哎呦嘿呀，二位客官，哎呀，请楼上请。二位是吃饭呢，还是住店？既要吃饭又要住店啊？哎呀，吃饭可以，这住店恐怕没有房间了啊。是吗？哎，真的没有房间啦。哼。客官先上楼上用餐，房间我再给你看一看啊。来，坐这儿吧。来，咱们喝着啊。来，这。西月，咱们到这里来干什么呀？这龙门13客栈是进入长安城的最后一家客栈，所以热闹非凡。和平年代客人就很多，更别说这个时候了。客栈里挤满了各种各样、形形色色的人，有达官贵人、平民百姓，还有武林中人。那咱们在这里能干什么呀？这里打听消息比较方便。哦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啊，你听。我听说啊，尉迟迥包围了长安，现在连鸟都飞不进去了。那这生意没法做了。哎，这下百姓有罪受了。不会。为什么不会啊？这大周皇上会主动放弃皇位？不会吧？大周皇上这人呐，心太善。做皇上要是心太善呐，这个皇位啊，那就做不长喽。我看未必。那不信咱们走着瞧吧。你听，下面该说你们少林寺了。哎，听说这次少林寺的和尚也卷入了这场纷争。少林寺和尚啊，关少林寺和尚什么事儿啊？是啊。听说公主爱上了一个少林寺和尚。哦，有这事儿啊？哎，这事儿也不是什么秘密，长安城内是人人皆知。大周皇上不是早已经把公主许配给了尉迟迥的儿子尉迟佑了吗？公主与那少林寺的和尚是青梅竹马，不爱尉迟佑。哦，那尉迟迥包围长安，是不是因为公主不爱尉迟佑啊？尉迟迥早有谋叛之心，除了你和周武帝，人人都看出来啦。谢谢你把我和大周皇上比。哎，还听说呀，公主出了皇宫，去了少林寺。公主离开后，太子也离开了。照这么看来，皇上不就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了吗？是啊，文武大臣百无一用，唯一可用的人杨坚又远在禹州。如此说来，大周皇上只有放弃皇位了？那倒未必。你怎么老是未必未必的？果真未必嘛。哎，他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京城里的人都这样。哦。